这一尊观音含运是3200，含运3200，它是那个种水非常细腻的然后这个坠头，如果不是925银，可以自己换可以自己换，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的美，看种水很细腻种水很细腻，没有。中老肉细中老肉细的一尊观音，而且蛮有重量的，蛮有重量的。这尊可以值得收，这尊值得收。很美因为我明天周日要回娘家，所以我现在很赶着上架，喜欢的这一尊函收可以函收